们各地的莲友们，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特别给各位介绍一个亚历山大的3个遗愿，也就是他要往生之前留下来的愿望。亚历山大大帝呀，他是马其顿一位伟大的国王，但是在他征服了许多的土地，胜利要返乡的途中，他病倒了，而且明白死神很快就会降临，他已经无法回到国内了，没有办法回到他的家乡。这时候，他曾经占领的土地，甚至于是强大壮盛的军队啊，无可匹敌的宝剑，再加上成堆的金银财宝，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意义了。他就是撑着最后一口气，他对将士们就说了：“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死前有3个遗愿，你们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说法去执行。”将士们大家含着眼泪就答应了。第一个遗愿，亚历山大说：“我的棺材必须由我的医师独自运回去。”亚历山大喘了一口气，他继续的说：“第二，当我的棺材运向了坟墓的时候，通往墓园的道路两旁一定要撒满了金子、银子和宝石。”亚历山大喘着气休息了片刻，他接着说：“最后一个遗愿是把我的双手放在棺材的外面。”这时候，围绕在亚历山大大帝旁边的将士们对3个遗愿都很好奇呀，但是没有人敢问为什么了。亚历山大最信赖的一位将军，这时候他吻了吻亚历山大的手，然后就说了：“陛下，我们一定会按照你的吩咐去做，但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”亚历山大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我是想要世间人明白，我学到了3个教训。第一，让医师陪着我的棺木返乡，是要人们意识到医生不可能真正的治疗人们的任何疾病，面对的死亡，他们也一样的无能为力呀。所以人们必须自己要懂得珍爱生命。第二，我希望世间人不要像我一样，把一生的青春浪费在追求金钱、战争、财富、权势、地位上面。因为当生命要消逝的时候，所有一切都将化为尘土。第三，我希望人们都能明白，我是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，也是空着手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说完了以后，亚历山大闭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俗话说啊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啊。亚历山大如果能够早一点接触到佛法，就不需要造下杀害数百万人的罪业，之后才有这种觉醒，悔之晚矣，悔之晚矣。当今我们世界掌握国家大权的这些领袖们、领导们，能不引以为戒吗？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！所以我们就知道人世间是非太多了，老老郎朗忽奈何。我们呢，在生的时候，这种悲欢离合，谁能够替你安排？谁能够为你做主？所以我们要脱离唯有赶快念弥陀。我们在人世间太苦了，佛一再的告诉我们，有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所以世间充满着污秽、肮脏，没有办法真实的存在。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其中的内幕，我们应该赶紧回过头来，好好的照顾我们的慧命。慧命就是你的灵魂的本体，它没有增加，也不会减少。死了并没有结束是另外一个生活的开始。所以你在世的时候，你的灵魂是干净的，是光明的，是亮丽的，是慈悲的，是累积了很多的福德因缘。那你一定到好的地方。如果你没有这样，每天就是打斗，盲目的逆天而行，而且危害社会、伤天害理，那么你的灵魂是肮脏的，是不干净的，自然你下一辈子
你的灵魂就到恶道去轮回、去转世、去沉沦、去继续受苦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在世间不要贪求这外在希望不实的东西，我们应该赶紧好好的念佛，发愿往生西方。阿弥陀佛无人不救，无人不度啊！他怜悯了我们这些苦海的众生，是一个造罪造业、习气深重的凡夫众生。但是他不嫌弃你，虽然你没有一样能够修得起来，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向光明，但是阿弥陀佛说没有关系，你不要担心，只要你肯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能听到这样一个殊胜的生死大法，我们应该赶紧的跟时间赛跑，抓紧时间，好好的多多念佛。未来我们把这个基础扎根了，扎得很牢固，在往生的时候，最后一声佛念出来，你自然感召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身边，那么我们就了生脱死了，斩断了生死轮回。这个是师父对你们的期待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鼓励。世间没有什么好留念的，一切都要看开，一切都要放下。我们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